Zimon leje kung kang sa. Some kenyi lora la zipa gasika. Nga lo de yi. Nga ne zo ye. 多住错，短的错于浪呢，家就也没，那弄啦运动的。多住错，俺子写的个罗公节呢，别人个弄点错了，罗用些些。短短呢，这话家一几年当把眼把恰。真理诞生于100个问号之后，中。他这才发现花圃里的玫瑰花开了，他本想好好欣赏一下迷人的花朵，但想到一天的实验安排，便摘下几朵紫罗兰，插入一个盛水的烧瓶中，然后开始和助手们做实验。不巧的是，一个助手不慎把一滴盐酸溅到了紫罗兰上。爱花的波伊尔急忙把冒烟的紫罗兰用水冲洗了一下，重新插入花瓶中。谁知当水落到花瓣上后，溅上盐酸的花瓣奇迹般的变红了。波伊尔立即敏感地意识到紫罗兰中有一种成分遇盐酸会变红。那么这种物质到底是什么？别的植物中会不会有同样的物质？别的酸对这种物质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这对化学研究有什么样的意义？这一奇怪的现象以及一连串的问题，促使波伊尔进行了许多实验。佢大姐没都等于弄个假设没都也有不错，马家佢用出别没都啦，娘子用的没，年纪个最低规的也啦这里。妹妹没动个多年，却对比当兵弄的最急，老路做到娘的，最大先个站，打马来把去了，老路一个扎扎马几年，擦些提把机，妹妹没都个定了脚，没都了个为波伊尔机，朗诵没都切下动力，滥用没不弄的最把，咱们定的切推机，擦些就为大马，我才为都马不来接。波伊尔节错下南边，妹妹都吹着这下工业，擦些动车子，都马不人家话错。但那我记得对我们这些人呢，先与盐比吹的，对动作为我自己的，先盐把动车呢，等着我自己啦，碰着这些的，人家现住啦，对你这些的，也才为同志得懂电池这车话的米，波伊尔啦，最大工业这句。个人的拉蒂察觉，俺子他年沙巴开些用大这些。百思不得其解，你没谱吧？无独有偶，金门多月。无独有偶。17世纪的一个夏天，英国著名化学家波伊尔正急匆匆地向自己的实验室走去，刚要跨入实验室大门，阵阵醉人的香气扑鼻而来，他这才发现花圃里的玫瑰花开了。等到工业应用，金门多月人了，对他这等比亚卡了，因着民的照片人家里巴瓦。波伊尔这次我，容人家最大空个修身肉人的，最大空个高天个了你的，一个无为这样，他们他话着。但俺子娘的，他念这些过来记得，他念这些。词语解释：无独有偶，无独有偶。就是描述某种事物罕见，但是不只有一个的状态。金门多月几版呢？通家向的官媒应用，几里么才把你这月把动，等到人上门你向等着完了过。百思不得其解，百思不得其解，就是指一个人对某种事物或现象百般思索都不明白的状态或感觉。你没谱吧一般呢？这大生活动用，国外没来比的。写的什么？语言文化小贴士。爱迪生是世界有名的发明大王，
他一生发明的东西大约有2000种，像留声机、电灯、电影、蓄电池等等。爱迪生从小就是一个好奇心特别强的孩子，不仅爱问为什么，还喜欢动手试一试。一次，他看到母鸡在孵蛋，感到新奇极了，从家里拿了几个鸡蛋，躲在一个僻静的地方蹲下开始孵蛋。当天黑后，家人找到他时，爱迪生仍坐在草窝上认真地孵蛋呢。上学的时候，爱迪生总是爱问老师一些古怪的问题，有些问题老师也回答不上了，因此老师都不喜欢他，还让他退了学。爱迪生没有因此而放弃，反而更加孜孜不倦地投入到科学实验中。俺亲娘的，他念沙巴地错下用这些。百思不得其解，你没谱吧？无独有偶。鸡们多耶。无独有偶，17世纪的一个夏天，英国著名化学家波义耳正急匆匆地向自己的实验室走去。刚要跨入实验室大门，阵阵醉人的香气扑鼻而来。他这才发现花圃里的玫瑰花开了。等到恭喜应用，鸡们多耶人啦。对了，这等比亚卡啦，因着面的照片真着里巴哇，波伊尔这次我，容人家最大空个修身着人的，最大空个高天个了你的，一个无为之人，他们他哇家。老朱错。前期电影个弄得充满写一选，但俺去举行了啊。老朱做，我个家一弄，鸡们都也一笔起的工人。C 无独有偶。连这说，年真的接触不错，但俺亲娘的电影个乱菜弄的用下经典。他这才发现花圃里的玫瑰花开了。他本想好好欣赏一下迷人的花朵，但想到一天的实验安排，便摘下几朵紫罗兰，插入一个盛水的烧瓶中，然后开始和助手们做实验。不巧的是，一个助手不慎把一滴盐酸溅到紫罗兰上。爱花的波义耳急忙把冒烟的紫罗兰用水冲洗了一下，重新插入花瓶中。谁知当水落到花瓣上后，溅上盐酸的花瓣奇迹般的变红了。波义耳立即敏感地意识到，紫罗兰中有一种成分遇盐酸会变红。那么这种物质到底是什么？别的植物中会不会有同样的物质？别的酸对这种物质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这对化学研究有什么样的意义？这一奇怪的现象以及一连串的问题，促使波义耳进行了许多实验。老朱错，电影个录制长的研究建议，但充满demo期，demo